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也赏赐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我们在有一系列的福音主日里面，我们讲到反败为胜，那就是如何能够靠主来靠神，能够在我们人看起来是不是失败的情形之下来得到胜利。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，我们会遇到一些挫折，这些挫折、这些失败呢，我们如何要去面对它？是不是祷告神让它不要发生呢？还是要让我们有能力能够去胜过它？我相信一切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权之下。既然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，也是神允许它发生的。神为何允许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？当然，一方面是因为神知道你有能力可以去胜过它；另外一个理由是让你能够胜过它之后，你就能够得到成长的。自己得到成长以后，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有同样情形，你也可以成为他的帮助。所以面对失败跟挫折呢，并不是不要它发生，而是要如何能够让它反败为胜。要是失败跟挫折呢，你要是没有去胜过它的时候呢，它会常常让人家非常的灰心，你会丧志、去消沉，甚至有时候你会自杀。所以你看用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你所碰到的挫折。你要是用正面的方式去面对它，它就会成为你的前车之鉴，然后你会成为你得胜的转折点，也是你成功的垫脚石。我们从圣经中间有好几个人物，我们可以来看。我们总共有一系列是5次的这个主日的信息里面呢，来看，让我们能够反败为胜的福音。那我们从1月19号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有关约瑟，他如何从监狱中间最后成为宰相的故事。我们今天要讲到有关摩西，接下去我们有好几个，一直到最后我们要讲耶稣由死亡到复活。我们复习一下，在上次1月19号的时候，由监牢到宫廷是讲到约瑟。约瑟从出生之后受到他父母的这个宠爱。但是他也非常的坦白，就做了梦都告诉他的哥哥们，结果他的梦原来是要向他来下跪，所以就引起了他哥哥们他们的嫉妒，要陷害他，甚至想要杀害他。后来觉得杀害自己的兄弟不好，就把他卖掉，卖到埃及去，成为是仆人，是奴仆。没有想到他在奴仆的时候做正确的事情，还是被人家关到监狱里面去。建议他帮助的人，那些也忘掉他了，但最后他不离开神，所以神继续祝福在他身上。看到他后来就成为埃及的宰相，也救了当时候饥荒整个全世界的人，包括了以色列人在，希伯来人在。所以我们这边讲说，只要你愿意敬畏神，跟随他，遵循他的教导，你可以像约瑟一样，凡事顺利，反败为胜。这是一个例子。要是你觉得你的身世呢是非常的坎坷的话，怎么办？大起大落，不像我们有些人生下来就是嘴巴就含着金汤匙，一路非常的丰顺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疾苦，根本不要。有人是生下来根本就是在贫穷之中，从来没有享受过一顿好吃的东西，甚至很多事情都必须非常的清寒痛苦，这种情形要如何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若遇到身世坎坷，大起大落，你要如何去面对呢？我们用圣经中间的摩西为例子来看，摩西的故事在圣经中间记载的蛮多的，从出埃及记有一次次在记载他的，从他出生的情形背景，一直到出生的中间的过程，一直到总共有120年的这种身世呢，都记载的。以色列人的历史跟摩西非常的有关系，他们讲耶和华的律法都不讲耶和华的律法，都讲摩西的律法。像摩西前面旧约的前面5卷呢，他们讲是摩西5经，因为他们从来都是他们不是直接从神所听到的，都是透过摩西所听到的，所以这样子来讲。那摩西显然在以色列中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，而且非常的重要。我们来看呢，摩西的身世到底是如何呢？第一个，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像是弃婴一样，因为当时候法老他觉得埃及王法老他觉得希伯来人越来越多了，
然后他就觉得他们越来越强盛了。虽然现在是奴仆一样，但是哪一天他们要是能够反抗起来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下了一道命令，叫接生婆只要是生女的就留下来，生男的就把他杀死，或者是把他丢到尼罗河里面去。那时候是摩西正要出生的时候，就是他的背景是这样。他出生的时候呢，因为他长得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俊美，他父母当然不愿意，就把他藏起来。但是我们看到接生婆呢，后来他如何去面对这些以色列由希伯来仍然男的仍然留着呢？后来他去跟法老王去报告，就说因为希伯来人妇女都非常的强壮，他们听到说他要生气的时候，他都已经生下来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办法。当然这是因为接生婆她敬畏神，她不敢做这样的事情。后来这接生婆就受到了祝福。那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，他父母就把他藏起来，然后到无法藏3个月之后呢，他们就把他放在一个蒲草所编的箱子里面。这蒲草箱子里面还涂满了柏油，让它不会有渗水进来，然后把它放到尼罗河里面去。当然就不是让他就直接流过去，他的姐姐就跟着看这个摩西有没有被人家把他捡走的。那时候刚好法老的女儿到这个尼罗河里面去沐浴，然后他听到了这个有婴孩的哭声，然后发现了这个蒲草箱里面发现了这个摩西。这时候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她就出现了。他就问说：“需要有一些奶妈吗？因为据我们所知，那时候的法老女儿是应该尚未结婚，所以需要有奶妈能够来喂奶。”那他当然答应啊，所以米利暗呢就找了摩西的妈妈来为他抚养这个摩西。所以摩西其实是看起来像弃婴一样，但是经过一种这个情形之后，我们看到他其实又回到妈妈的怀抱中间来被抚养了。孩子渐渐长大之后，就成为这个法老女儿的这个养子，他起名为摩西。摩西意思就是从水里面把他拉出来的这个意思。这是摩西的第一段的身世。接下来的40年中间，他就在埃及里面来长大，所以他是成为埃及的王子。这40年中间没有很多的记载。但是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了一句话，7章22节说：“摩西学的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”这么简简一段就一句话就已经将摩西他的情形40年情形告诉我们。他一定有很好的学习，才会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而且讲他不是只写部分而已，他学了一切的学问。当说了埃及，我们知道埃及是那时候全世界最文明的一种巅峰的情形之下，所以他所学的呢，一定是非常丰富的，包括领导统一等等这些。后来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我相信他在埃及里面所学的，就成为他的帮助。否则他如何能够管理几百万人呢？其实我们看到神的这种带领是非常的奇妙的。他在成为埃及王子之后呢，他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他想去看他的族人，他去看他的族人之后，发现到有一个埃及人正在欺负这个希伯来人，他就非常的气愤，他看左右没有人，他就把他打死了，然后就把他的尸体藏起来。他想神不知鬼不觉的，没有人知道这事情。隔天他又出去的时候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在那边争吵。他就告诉他们说：“你们2个同族人为何要争吵呢？”那个欺负的人就说：“谁立你当我们的首领啊？你难道要像昨天杀死人那来杀我们吗？”摩西就害怕了，因为他杀死人的事情有别人知道了，这事情也传到法老那边去，法老也要杀摩西，摩西就逃亡了，到米甸旷野去。到米甸旷野去呢，他碰到了他后来的岳父耶色罗，在那边他的女儿在那边牧养的时候呢，有人欺负他，然后摩西就出来保护了他。后来就娶了这个希波拉为他的太太，也为他的岳父在那边做牧养的工作。
那时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葛顺，意思就是说我在外邦人中间做寄居的，所以他非常清楚他那时候的情形到底是怎样。我们看摩西，他从埃及弃婴，然后到埃及的王子，后来又跑到米甸去旷野，从埃及的王子变成是一个落难为一个牧羊人，而且这个牧羊不是短短的一段时间，总共有40年的时间。所有的青春差不多都已经过去了，也就是他到后来要被神拣选的是80岁的时候。所以用我们人来看的话，摩西的一生精华的一生大概就已经过去了，他已经是非常，他的人生没有什么好值得我们去颂扬的，他已经是应该是一个大挫败。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为何在以色列在希伯来人的这个历史中间有那么重要的这个角色呢？因为他进入到第三个阶段里面，他成为民主英雄，他反败为胜的，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出埃及。我们看他的经过40年的这牧羊的生活之后呢，他有一天在牧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荆棘在那边烧，但是一直在烧的时候，那荆棘竟然没有毁掉，荆棘仍然存在，但是火仍然在烧，我们叫浑而不毁。也就是我们长老会的那个 logo 就是用这个样子，他就觉得很稀奇，想上前去看，有声音，就是神的声音告诉他这是圣地，你要脱掉你的鞋子进前来。神就在那时候呼召了摩西，要带领他去带领百姓们出埃及。他就因为这样子成为以色列人的民主英雄的。摩西不要忘了，他是逃避法老追杀而成为牧羊人的。但是他竟然能够去最后带领以色列人能够脱离法老的这种辖制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它的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们要来学习的。它有好几点。第一个呢，原来他是回应神的呼召，不是人的呼召，而是神的呼召。当在出埃及记第3章的第10节的时候，那时候神跟摩西讲说：“我要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”听起来是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摩西为何逃到旷野呢？就是要逃往，不要避开法老。后来我们看继续有很多的这种跟法老之间的征战，在那边狡辩等等对抗等等。但是摩西一直在坚持的，因为他知道是神呼召他的。今天不是他的岳父呼召他的，也不是他的太太呼召他的，是神呼召他的，所以他有非常清楚的这种从神而来的呼召的任务在。所以摩西他一直是在神的呼召以意象中间来服侍，碰到失败的时候也是回到神的面前等等这样子的话，所以使他能够反败为胜。第二点呢，他非常的谨慎的行事，记载在第3章第11节到第4章第17节中间。当摩西神要选召摩西的时候，有一些对话在。这对话呢，看起来是摩西好像在推辞，他在抵抗，所以看起来是不是一些很负面的话？因为他曾经问过说，他想要挡到这个，他就说：“那我去的话，人家说我是谁啊？你是谁？怎么可以来当神的这个代言者呢？”或者问我说：“那派你来的是谁？是哪一位神呢？”还有讲说他自己讲说他是不善言辞的人，是拙火笨舌的人等等这些。最后反而就好像赖账一样说，那就随便你吧，要选谁就选谁吧，你要差遣谁就差遣谁吧。似乎看起来好像是很消极负面的话，但其实这也是摩西他的失利。因为呢，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带百姓在旷野的时候，很多的事情，他可以去想到下一步到底应该是怎样，或者说他的忧虑在什么地方。例如说，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，那时候神非常的生气，就让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开始发生，很多人就开始死掉了。摩西马上就叫亚伦去把他的金香炉拿出来，点上烟以后摆在中间，向神呼求，那瘟疫就停止掉了。神没有要他这样做，但是他想到应该要如此。他的施力，他的行事是蛮谨慎的行事，这也是他反败为胜的秘诀之一。第三个呢，他靠神勇敢的站立。我们知道摩西他是因为怕法老而逃的，
但是神要他去再去见法老。要是我们知道这个人曾经有权柄能够杀死我，但是我已经逃离他，竟然还要回去见他，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法老有可能也不是当时候的要杀摩西的法老，但是这个命令总是能够存在的。而且在整个过程中间，这个法老还一直拒绝，不止拒绝，还将愤怒加在这个希伯来人的身上。他们希伯来那时候成为奴仆，必须去做砖块，砖块里面要有稻草跟泥土混在一起，才能够坚定，才能够凝结在一起。竟然要这些，最后不供应这稻草，还是要做出砖块出来，等等这些，来挑战这些以色列人。所以希伯来人，这以色列人呢，就非常反而是转怒到这个摩西去，就甚至是觉得他们非常的痛苦，就怪罪在摩西的身上。但是摩西仍然非常坚持，能够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知道是神给他力量了，他靠神能够仍然勇敢的站立着。第四个呢，他依靠神的大能，因为只有讲你无法说服法老王的，所以神就透过摩西呢，让他行了很多个神迹。这个灾难对于埃及来讲就是灾难，其实是一些神迹，是不可能能够让这些事情能够发生的事情。而这个灾难呢，就让法老呢，他去面对，是神给他的大能。这10个灾难呢，我们都非常清楚，有使埃及整个全地的水都变成的是血，还有全地充满了青蛙，还有这个使人痒的那个狮子，然后还有充满了这种苍蝇，还有瘟疫，每个人都长了脓疮，还有冰雹，还有蝗虫，还有整个都是黑暗的，不见天地的。最后第10个灾难就是将他们的长子，还有连动物的头生的也都把它杀死掉。不是摩西有大能，而是因为神给他有大能，能够去行这些神迹。摩西得以反败为胜呢，最主要其实就是依靠神的大能。但是人也要做部分呢，人是怎样？你有没有坚持到底的心在？法老在这些多次的灾难之间，他曾经提出有条件的来分批来离开的。他说好，到第7次还是第8次，他就说那这样好了，让那些妇女们先离开，那些健壮的人就留下来，诸如此类的有些条件的这种离开。有可能摩西觉得那至少达到部分目的了吧，那我们就妥协吧。没有，他没有妥协。他说神所要的乃是全部的以色列人、希伯来人都要到神的地所呼召他去的地方来敬拜服侍神，所以他坚持到底，不要的话就全部。摩西要反败为胜，坚持到底也是他的特质之一。最后一个是说他临危不乱，因为要出埃及的时候，我们大家知道有过红海的故事存在，他碰到了很多的这种危机。第一个大危机就是刚出海的时候，法老就后悔了，就派这个战车马兵要去追赶他，前面碰到了红海，没有办法渡过去，后面有这个追兵在。这时候百姓们就开始害怕嚎哭，又开始怪罪起摩西来了。那时候摩西呢，他就神就透过他行的神迹，让这些红海能够分开，而且分开之后还不是淤泥的地，而是干燥的地，然后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走过去。等到埃及的兵进来的时候呢，那水又重新复合起来，就他们的兵丁全部都淹死在这个红海里面。摩西不像那些以色列人的这些百姓们，他会慌张、会害怕、会怪罪，然后就又要回到以前的样子在。他是临危不乱，这是我们人要负责的部分。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么多几个部分里面，有神要负责，有人要负责，或是我们靠神的部分。其实总归计来讲说，是神使摩西能够反败为胜。今天所看的经节里面的第34章第11节说，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的一切臣仆，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。也就是这些神迹奇事呢，让摩西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反败为胜。但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，只有他出埃及的那一段而已。
但是不要忘了，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在旷野里面经过了40年，40年以后才能够进到神给他们应许迦南地基。这40年中间是更重要的，是如何能够教养、能够训练这些以色列人，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。接下去我们看的，他不只是民主英雄，他还甚至是他们的属灵的领袖。他的反败为胜，不是只有在带他们出埃及而已，而是建立他们成为上帝的这个选民。在进入埃及地之前，摩西用40年的时间呢，在旷野建立了百姓的信仰生活。他有一个目标，在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到第6节所讲的，为了要使他们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，而且要归神，作为神祭司的国度，要为圣洁的国民。这是摩西非常清楚的一个使命，所以他带他们这40年不是无所事事，就在每天在玩啊，不知道做什么事情，为了吃饭的没有。他常常领受神的话语回来以后，要告诉他们，所以为了他们的信仰的生活，在造就了他们。我们看他最后的结果，在今天经节里面所讲的，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。那摩西是如何能够做到这样呢？也成为他们的属灵领袖呢？他的关键到底是在什么地方？我们来看，他常常与神面对面。今天的经节里面，刚才那个没有像先知摩西，后面继续讲说的，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。他是耶和华所面对面所认识的，不止在这边的记载。我们还记得有一段经节是，当亚伦跟米利暗，就是摩西的哥哥跟他的姐姐挑战摩西的权柄，他的权威。他认为说，因为亚伦他是祭司，然后米利暗是先知，这2位呢，都是跟神介于神跟人之间的角色的东西。那为何每次神说话都是透过摩西说话呢？所以他就挑战摩西的权威。难道神不向我们说话吗？一定是透过你吗？然后神替这摩西来发言，对他们发怒，跟他们讲说：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乃是明说，不用谜语，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神为此非常的生气，也使米利暗他得了大麻风。还是透过摩西为米利暗求情之后，神才让他在1个礼拜之后能够复原回来。我们看到呢，是摩西他常常能够跟神面对面，也就是他所听到的这些话，不是透过第2手的，不是2手消息，是第1手消息，所以他能够非常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也才能够使他能够反败为胜，领导这个百姓们在旷野中间能够学习上帝的话语，能够成为上帝的百姓。第2个原因是因为他常常教导百姓能够遵守神的诫命、律例跟典章。摩西他能够让他得胜的话呢，是因为他将神的心意来教导了百姓。在申命记34章第9节，刚刚所读过，有讲以色列人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。还有另外一句话讲说，凡摩西所吩咐的，他们都照样行了。所以显然摩西，而且另外记载是摩西将上帝所吩咐的全部都告诉了以色列人。所以摩西是非常尽忠的，将神所告诉他的这些诫命、典章、律例呢，都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去做，所以使他们能够遵行，能够成为以色列，成为神的百姓。接下去之后呢，我们看摩西，今天有记载，但摩西后来就死了，然后就有接班人是嫩的儿子是耶稣亚。耶稣亚他做什么事情呢？圣经也记载说，他也要百姓遵守耶和华借着摩西所教导他们的诫命、律例跟典章。所以其实是因为有这些律例、典章、诫命，所以使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真正走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，成为神的百姓。所以要建立要建立合神心意的制度、规矩、组织，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反败为胜的根本法则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教会也好，或是很多的宗派也好，他们都有一些法规，或是有一些组织或一些规定在。借着这些规定、这些组织都能够合神心意的话，然后我们照着这样去走的话呢，也是神在祝福我们的方式之一。所以我们常常不要，有些人是比较不会注重这个，觉得说我们就随着灵嘛，灵带领我们怎样，我们就怎么样。在整本圣经来看的时候，这不是唯一的方法，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方法，但是神更注重，因为人的软弱，所以需要有些制度、有些规矩、有些组织。否则神为什么要向摩西讲那么多呢？然后让他透过来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呢？因为知道人要是没有一套规矩给他的时候，他们随己意而行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摩西他第二个能够反败为胜，因为他用神的话语、神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来告诉的以色列人去更新，不是照他的方法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些神的律例、典章，这些到底是什么？原来就是整本的圣经。当初摩西从神领受到的，都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面。摩西五经就是在记载这些事情，整个的经过以及神所交代的事情。申命记、民数记、利未记都是在记载着这些事情。而要是这些就是我们摩西所教导，就是我们整本的圣经。所以我们要经历反败为胜呢，我们也是要讲明白圣经，遵循着圣经的话语，使一切能够合神的心意。最重要，当然它是靠神的大能，刚才已经讲过了。出埃及到旷野的生活，最后能够进到埃及、进到迦南地呢，都是依靠神的大能，使摩西能够反败为胜。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又在以色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，做一切大而可畏的事，不是摩西可以，而是神。所以我们结语来看呢，我们要是摩西他反败为胜，刚才讲了这么几点呢，我把它全部浓缩在这样，那我们可以看见，总共有8点。前面有6点，后面有3点，但是有一点是重复的，就是依靠神的大能。这边告诉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，你谨慎行事，靠神勇敢站立，依靠神的大能，坚持到底，临危不乱，常常与神面对面，教导遵守神的诫命与律例典章。虽然很短时间，但你放心，要给你们填一通2通，答案都是神，只有一个字，都是靠神。其他没有写的地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人要努力的地方。你要谨慎行事啊，你要坚持到底啊，你要临危不乱啊，其他都是你要靠神。你要知道这是神在呼召你，你知道是神，因为神的力量让你能够勇敢站立，你不用怕，因为神成为你的依靠，而且神要透过你来行大能，就是能够行神迹在里面。你站在神的面前，然后你常常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你要遵守的是神的诫命，不是我们的诫命，也不是我们的规定，而是神的诫命、神的律例跟典章。摩西因为这样，他能够反败为胜，你当然也可以，只要你能够像这样来行的话。我们不讲我们个人应该有的部分，我们来讲我们应该要有的部分。即使你的经历能够像摩西的前80年那样子的落魄，或是大起大落，成为一个弃婴变成王子，然后就变落难，成为一个牧羊人，好像是没有指望。但是如果你愿意回应神在你生命中间的呼召，依靠神的大能，常常与神面对面，遵守神的话，你也一定可以这样，也可以神也可以帮助你反败为胜。也就是说，你跟神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在一起，不是你在厉害，是因为你靠着神。但是你如果能够靠神呢？你要是没有依靠，你有没有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？你怎么能够依靠神呢？所以接下来要告诉我们说，关键的问题是这样：你的生命不能够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你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让你的生命能够活过来，你也才能够达到这刚刚所讲的这几个。你恐怕会讲说：是啊，我早就是基督徒了啊。但是你的生命中间真的是耶稣是你的救主吗？
假如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不是在你觉得为难的时候、觉得有困苦的时候才祷告主耶稣帮助我、救我吧，而是在你平常的时候，你就是尊主做大，尊主为大，你凡事都依靠神的旨意而行，那才是你的救主，而不是只有你需要的时候才来寻找他。所以这边是给我们再次的提醒，纵使是成为基督徒已经受洗的人，我们常常也是会软弱，我们常常会走在神不喜悦的地方的道路上面，再次的来思考，我们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真正的依靠神而活的基督徒吗？不要忘了，你我都成为新造的人，新造的人乃是讲，如今不再是老我在我心中活的，乃是基督在我心中活的。你觉得你做出来的事情，你所讲、所想的、所行的，都是基督的样式吗？是这边要给我们一个提醒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，神也才能够帮助你。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吗？让你的生命能够活过来吗？你愿意让耶稣在你的生命中间做主，帮助你能够反败为胜吗？我们盼望，愿神能够帮助所有目前都在困境中，而且愿意信靠耶稣的人，都能够反败为胜。我们看最近的一些新闻里面，这是给我们很大的讽刺。最近常常在讲的一个叫做奇迹大师，这个故事当然很多人都知道，因为新闻一一把它挖出来，他以前的情形，什么都是骗，什么这个学历也骗，在里面当讲师，这也都是骗的，什么都是这个那一天不是开他车子，又承认是又是2万，每一句话都是骗。这种人竟然每个人要花好几万块去上他的课，你觉得这样会反败为胜吗？或者是我们看马航，这是重大消息，为了要知道这些人在哪，到现在还不知道。马来西亚他们有巫师出来怎样？你会看到巫师那个影片里面，他拿了2个这个竹子这样看，好像从竹子可以看到未来，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地方，用竹篓子做成一个像飞机的模型一样，然后说来讲说他所知道这个飞机应该在什么地方。后来新闻是讲说，这马来西亚的人都觉得是国耻，怎么这种事情还放到这个世界上让所有人去知道？我们不是在讲的，我是在讲说，难道你真的是透过这样子，你就能够去明白那些事情吗？你的神不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不是那一位真正的神的时候，你当然没有办法知道。不是像你只会口才很好，奇迹大师赚了几百万、几亿，人家都要花钱去上他课，他不是让你反败为胜的。人没有办法，靠人没有办法，靠这种不是真的神的方式也是不行的。你唯一只有靠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他才有办法让你反败为胜。这个礼拜有小组，我们有几个问题在这边可以去思考。我们跟摩西的经历有没有相似的地方？他的一生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学习的？愿神帮助我们。那我们每一个，不管你在哪一种情况之下，你相信神会帮助你，不是你自己可以，而是神要帮助你。就像摩西一样，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在学习，在我们生活中间要如何能够反败为胜的时候，我们从摩西的故事中间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人要努力的地方，我们必须要临危不乱，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，我们要谨慎行事。但是更重要的乃是我们要靠神的大能，我们才有办法反败为胜。求主你让我们再次的思想，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的救主吗？还是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来呼求呢？求主让我们能够柔软我们的心，再次的在主你的面前来宣誓，我要依靠主耶稣过得胜的生活，不是靠我们自己。主你就来帮助我们所有需要的人能够反败为胜。现在我们感恩与祈求，这时候我们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应，
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把多所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。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